新闻带咱来讲棒球。中华职棒史上全垒打王暂的伫台南球场诞生。大师兄林志胜呢，讲出生涯第290轰，正式超过打击教练张泰山的289轰，骑上中职历史的第1名。这个40岁林志胜呢，为了要争取上场的机会，为中信兄弟转战到味全龙，想要到转队的头一轰，这紧就出现。这个大师兄比赛了，笑笑地讲，走路时感觉袂输是迷茫共款。 中华职棒33年例行赛第2天，历史伫台南棒球场开下。内角球，这个球打击出去，来看一下，在界内还是界外？如果是在界内的话，290轰，中华职棒新的拳老王诞生了。 林志胜伫第5局上半场，甲这粒球拍到左外野的壁，大师兄拍这个啊，互伊变做写下历史的王者，生涯第290支全垒打，超过心灵王子张泰山，变做中华职棒新的全垒打王。恭喜林志胜，没有让球迷等太久哦。新球季的第1场比赛就达阵。大师兄林志胜行转来了后，嘛向队友致意，不过行向打击教练张泰山的时，特别停落来喊伊揽一个，上阵。 全垒打王到接的小仪式。打出去的那一刹那，我知道过了，但是跑的那个垒巴好像在做梦一样。从来没有想过会在第1场就会有这样的表现。 40岁林志胜伫中华职棒拍18年，为着有更较稳定上场的机会，才对中信兄弟转到味全龙。为两队出赛头一天嘛，就是4月初3。比赛开始之前，张泰山教练就讲大师兄会当完成，想袂到美梦成真。我说不要那么早打，要不然一下子我的名字就不会在那个媒体上了。你就慢一点打，对不对？才1天而已，你看。 心灵王子不该太善食的趣味，这个时阵咱拢是历史的见证者。以后才拍出一支全垒打，林志胜就会为中华职棒写下新的字样。我是李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